南九州美食之旅第2集嚟啦！今日會同大家分享3間日本人大排長龍嘅美食。首先要分享係宮崎隱世美味烏冬織田新。呢間超人氣餐廳織田新係 Tabelog 100家最佳烏龍麵之一。揾呢間餐廳嘅時候都要啲時間，因為喺窄巷入邊嘅。佢開業日期係1978年，係老字號餐廳。菜單得苦炸烏龍麵、大苦炸烏龍麵、雞蛋苦炸烏龍麵同埋稻荷壽司，性價比高。烏冬只係700yen啊！點解菜單咁少選擇嘅？老闆就話因為幫襯嘅食客通常都有啲醉意啊，飲醉咗酒啊，咁所以將菜單限制喺有限範圍之內，顧客就唔使諗咁多，就可以嗌到想要嘅嘢食。呢間餐廳好好有英文菜單，亦都有食用教學，因為佢會將麵同醬汁分開上。食法好似煎麵，每次都需要將烏冬從湯入邊拎出嚟，放入個醬汁沾上嚟食。碗入邊嘅麵條量似乎好多，但因為麵條軟硬適中，好好嚼，我都係好滿足咁樣食完。而餐廳嘅麵條都係自家製，原料係麵粉同埋鹽水，會根據季節同埋日子改變鹽嘅濃度，製作出最好嘅麵條。湯頭就根據宮崎縣民中意嘅口味製作，湯汁係由乾沙丁魚、青魚片、竹盒魚片、堅魚片等製成，其中70%係乾沙丁魚。宮崎縣人都習慣咗乾沙丁魚湯汁，湯頭係好清澈，完全冇魚腥味。而個醬汁沾汁係用生抽同味淋調味，仲有柚子皮。湯頭、醬汁同柚子嘅香味同麵條融合埋一齊，吞落去係好舒服嘅。而家諗翻起苦炸烏龍麵同埋稻荷壽司，我都好想即刻食翻啊！餐廳營業係去到凌晨2點。如果你到宮崎縣，一定要預留時間品嚐啦。接住落嚟要分享就係豐樂饅頭。點解會幫襯佢呢？因為我喺行 AEON 嘅時候見到好多日本人排長龍啊，佢哋仲要一盒一盒咁樣去買，所以我一定要排隊去試一下。呢間鋪頭賣嘅係紅豆餅，仲有白豆餅，但係店名好得意就叫做饅頭。據說係因為以前日本多數包紅豆餡嘅甜品都叫饅頭。呢間鋪頭創業於1953年，已經有60幾年歷史。佢哋唔添加任何增稠劑、防腐劑，而係將啲豆慢慢細心咁樣煮熟，直到變成豆泥狀，然後加入糖去搓勻。同香港一樣佢哋都會喺食客面前親手烤製。特別嘅地方佢哋係用自家原創嘅烤架，而且佢哋嘅皮係軟同綿，有啲似蛋糕，亦都有啲似饅頭嘅皮，後味明顯嘅蜂蜜香。除咗紅豆，仲有賣傳統古早味嘅白豆餡，都好唔錯。對於紙盒佢哋包裝上面都好講究，紙盒嘅材質可以吸收多餘嘅蒸汽，讓到啲食物可以恰到好處。另一間要分享嘅餐廳叫吹上庵，我係俾佢古色古香嘅裝修同埋水車，以及日本人排長龍所吸引㗎。吹上庵創業40幾年，喺南九州有唔少分店。餐廳主打蕎麥麵，佢哋有提供符合季節嘅蕎麥麵菜單，而菜單上面有種類豐富嘅玉子燒啦、烏冬、炸物，佢哋都好美味。餐廳嘅設計係仿照老式嘅蕎麥麵店。喺吹上村邊、平村同機場旁邊嘅分店仲有茅草屋頂。茅草屋頂工匠每3年就會重新鋪一次。而餐廳標誌性水車直徑5米。為松木上緣水車，有啲分店嘅水車已經轉動30幾年。水車喺入口處緩慢而有力咁樣旋轉，彈起水花，好啱打卡啊！而吹上庵主打嘅蕎麥麵係現磨、現做、現煮，石磨以每分鐘20轉嘅速度緩慢旋轉。佢哋供應嘅蕎麥麵有2種，冷蕎麥麵係細麵條，爽口易吞嘅麵；而熱蕎麥麵係比較粗、比較多汁濃味嘅麵條。麵條係新鮮製作，所以要預留一啲時間去等。如果都中意佢哋嘅蕎麥麵，可以埋單嗰陣喺收銀機附近有包裝好嘅蕎麥麵可以買返屋企。除咗食蕎麥麵，我都有食烏龍，即係烏冬、玉子燒同埋蝦天婦羅，味道都好唔錯啊！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南九州分店去惠顧同埋打卡啊！好感謝你支持我嘅頻道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